你在干什么？你想进我丝绸庄？既然要查金线，我们自然要随时行动，信息共享嘛。我都接了你的膀子，那自然是要住进丝绸庄，方便办事啊。龙帮主，我们丝绸庄岂是你想进就能进的？我丝绸庄从来不养闲人。说吧，你会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会啊。缫丝、染布、裁缝，就更不会了吧？那这个我会，不就是缝东西吗？保证每个洞都给你填上。你果然是什么都不会啊！我会，什么不会我学什么。好，迎宾上硬菜。既然什么不会学什么，那就先从扫地开始吧。归园举方，精品委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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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品委职，归园举方。自带高了，这妆面得5更起床收拾。麻棉混纺，低档，肤质凑合，眼袋不讲究。压我，青楼里漂亮姑子多了去了，带着骨子也去，清流别不是。仙儿，那你先去审核一下下一季的采买清单。仙儿，好，大家都见过龙帮主了吧？哎呀，见过，都熟了。金线丢失一事，不用我多说，大家都已经知道。龙珠帮难逃干系，所以龙帮主此次前来新丝路，就是为了好让龙珠帮有压力。金线一日不找到，龙帮主的嫌疑就一日不解除。什么难逃干系？哎，本来就是你。1万两银子，忍了。李静儿，本月你已经迟到2次，早退1次，可记得庄内规矩。迟到1次扣3吊，2次扣半数。自制的指甲彩，剪吧。脖子上的印痕显然是亲吻所致，那眼神，该不会是情郎就在这些男员工当中？既然知道，月末扣掉李君儿工钱。祁红花，会后带龙帮主换一件员工服。是。